輪車、再收靚佢、批檔、人體彩繪。為咗表揚呢一班打工仔對香港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同努力，職工盟舉辦首屆香港工人節，俾市民親身了解一下各行各業嘅運作。民以食為天，當然唔少得有飲食界嘅代表示範整點心啦。點心師傅擔心行內工時長，人工又唔高，年輕人又怕辛苦，都唔夠膽入行。今日個時間減少個工時啦，即係務求係即係盡快有個規管工時8小時工作啦，咁啊先有機會吸引啲年青人入行咯。繼續轉，係啦。紮鐵同樣係青黃不接嘅行業，喺建築界工作咗20幾年嘅李建祥話：紮鐵其實唔係好難學，雖然辛苦啲，但係薪酬都唔錯。紮鐵咧其實就唔係好太辛苦，即係主要你咧克服到個天個太陽曬得到咧，咁就已經係得㗎啦。技術上咧就好快掌握到嘅。其實我而家都簽5、6蚊一日㗎。年青人想揾錢買樓，我相信呢個行業咧係一個首選。市民親身體驗後又覺得係點呢？我覺得好似織冷衫咁樣咯，個織冷衫又係一支針咁勾下，佢就轉下咯。年青嘅一輩咧都值得考慮，因為你目標係揾錢㗎嘛。既然揾錢咯，我每一個行業都能夠揾到錢，就生活就可以搞掂，就可以上車買樓咯。本港未來都有多項基建陸續上馬，但由於現時行內嘅工人年紀都一般比較大，希望藉今次嘅攤位，俾多啲人認識，吸引更多年輕人入行。場內設有上展區，介紹唔同勞工嘅特色，加深公眾對工會同工人運動嘅歷史同演變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李思敏報道。